好，来继续来看这个台中市，今仔日是增加着5例确诊的病例。台中市政府伫台中各区总共10间大型医疗院所的头前，来增设着免费的快筛站。从明仔载开始，只要民众有甲确诊者接触过，或者是有去过确诊者去过所在，拢会当早健保卡身份证去采检。采检一届的时间大约是15分钟。 疫情退烧，台中市府要求各大医疗院所设快筛站。5月20开始，民众只和确诊者有接触，或者是去过所在有订单，拢会使摕身份证和健保卡来做快筛。我们预计大概有准备4剂啦可以做2000到3000人。台中市总共有10个医疗院所设快筛站，台中营总就设立新门诊大楼入口处，逐工透早8点开始采检。 医护人员会做准备，替民众做检体，1点钟就会使体检10到12位民众。民众只要伫现场等15分钟，就会知影结果。我们在礼拜天，我们已经把住院的病人、有关肺炎或者是高烧不退的病人，我们已经都做完整个医院里面病人的 PCR 的检测，而且我们从星期一开始。 所有的新住院的病人，我们都是全部做完这些 PCR 的检测，才可以住院。病院资源有限，快筛阴性就会请民众转去，阳性就会到病院内底做进一步的检查，上紧4点钟就会知影。阳性就会随甲患者收伫病院内底的负压隔离病房。 疫情继续退烧，台中雾峰区的私立大学有学生伫社交软体公益确诊，互大家拢真惊讲。昨天晚上8点半左右接获台中市卫生局的通知，有一位学生呢，他是疑似的这个确诊。那我们在10点半左右也接到这个1922来现场把学生带到附近的就诊了。 校方已经掌握敢若确诊的学生接触过的老师和学生进行采检和隔离，而且甲宿舍的大楼进行大规模的消毒来防止疫情。